然而人子來的時候，如得見世上有信德嗎？路加福音18章8節。希臘動詞如得見係努力尋找、刻意去發現嘅意思，並唔係隨便睇下，而係抱着期待嘅心情，好渴望能夠揾得到。當然，亦都有可能會失望。前面幾節經文講到，不義嘅法官因為一位婦人不屈不撓咁打擾佢，最終願意為佢申冤。何況係公義嘅神呢？等時候到咗，佢必定會為選民伸張公義。呢個係一個振奮人心嘅宣告。不過之後，耶穌提咗一個令人警醒嘅問題：人子如得見世上有信德嗎？主耶穌應許會為我哋主持公道，但係等佢再嚟嘅時候，會揾得到有信心嘅人嗎？呢個比喻係要教導我哋要有如婦人這般堅持到底，不停咁祈求，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嘅信心。呢一份堅定不移嘅信心，你有冇呢？知道人心嘅神，亦都為他們作了見證，賜聖靈給他們，正如給我們一樣。使徒行傳15章8節。知道人心嘅原文係一個複合字，將知道同心放埋一齊。希臘人認為心靈同身體係分開嘅，相信二元對立。希伯來文呢就啱啱相反。魂呢個字有全人嘅含義。我哋慣常受希臘哲學所影響，以思想嚟代表人嘅一切，但係希伯來思想就認為心先至代表咗真實嘅全人。換一句話講，神係根據行為、情感、思想、態度嚟判斷人，而唔係單看思想。一個人外表所呈現出嘅樣，亦都顯露出佢心靈光景嘅真實狀態。我哋唔應該受希臘哲學而元論嘅影響，只係停留喺頭腦，而係要讓信心全面發展。